针对108年以后，台南市各地政事所的交易量统计，前3名分别是台南、东南甲永康；111年第4名则是安南区。台湾台电借此除了反映市场房地产买起的状况，嘛替建商有需要赶紧压力，加重相关地政所人力负担，要求局长一定要依照案件比例来调整人力。当然，像安南区，因为9份子，那很多大楼啦等等哈，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其实一个大楼的案子下来，它的案件量，光是他要办一些过户啦等等啊，其实那个案件量真的一次就几百件，那个对我们地政事务所的人力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负担哈。那有时候就是这些业者们哈，他们也有时间的压力，然后就会来催促着我们的这个地政事务所这边哦。那地政这边为了要便民，然后帮民众服务哈，其实他们常常是加班在做哈，所以反推回来其实就是人力的问题哈。其实我想局长这边应该也可以明白啦哈。其实很多地政事务所因为真的被民众一直拜托他们说尽快帮我们完成哦，他们有时间压力哈，就造成说其实他们是长期在加班，有时候连放假都还没办法休息。如果是一个大社区的话，案量可能是几百户，甚至是上千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的确我们地所的人力啊，好负担都很重啊。谢谢议员的关心。那刚刚议员问到说，对于这个人力，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对策跟做法，或者怎么去增加？那对，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因为每一个辖区的地所它有不同的一个特性哈。那像针对这个部分，我们把它分为登记跟测量哈。那我们呢定时的都有在做这个人力跟案件数比例的一个案件比的一个检讨。那也就是说，这个假设这个所它的这个业务量突然成长到很多，可是人力没有那么多哈。那我们有曾经研议过一个调拨的一个互相支援的机制。所以我是提醒一下局长哈。根据了解，台南市近年来建设不断，加上南科带节电的效益，吸引人口迁入，连带房地产买气真旺，所以户政甲地政第一线承办人员上班提早，暗时加班嘛真正常。所以市府如何调拨人力，做上适当的分配，嘛减少民众等待怨言，拢有待观察。咱的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